尸体上的特殊形态伤痕，仍然是法医寻找线索的重要依据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榔头锤在人的颅骨上造成的损伤，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棍棒损伤，我们把它叫做中空性皮下出血。如果是枪弹在人体皮肤上形成的射入口和射出口，也具有它特有的特征。这个轮胎印痕和肇事司机的轮胎形状完全吻合。在古代，判案官员仅通过戒指印痕便断定佩戴戒指的稳婆就是凶手。假设这一案件发生在当下，法医试图按照现代侦破思路，进一步完善证据链。时过境迁，为中二牛家婴孩接生时，稳婆是否佩戴戒指已不得而知。如果稳婆接生的时候没有佩戴戒指，法医又恰恰在戒指上提取到了婴儿的 DNA， 这枚戒指就可以作为有力证据。不过，提审稳婆时，距案发已经过去1天。这段时间内，只要稳婆洗过手，就会对戒指上的生物物证造成破坏，很难成功提取到有效的 DNA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医想到了另一种可能：婴儿溺水时口鼻流出泡沫等分泌物，那么嫌疑人在行凶的过程中携带婴儿 DNA 的分泌物就有可能沾染在嫌疑人的衣物、鞋子上。因此，法医便有机会从稳婆的衣服、鞋子上分离出婴儿的 DNA 图谱。如果提取到婴儿 DNA 的衣服、鞋子并非稳婆接生当天所穿，指认她溺死婴儿的证据链便得以完善。